教咗徒手健身咁耐，以下呢個絕對係我哋收到最多嘅問題。我連一下引體上升都拉唔到，仲有冇得救？放心，絕對有得救。從2019計起，我哋累計已經幫助咗接近100位客戶由零開始，一步一步做到佢哋人生第一下引體上升。只要有合適嘅訓練方法，引體絕對冇大家想象中咁遙遠。一般嚟講，拉唔到引體有以下兩種常見嘅情況。情況一，動作協調 OK， 有能力啟動背肌，但係肌力未夠。呢種情況可以直接用彈力帶嘅輔助嚟做引體，每星期至少累積10組，每組3至8下，然後隨時間過去再慢慢減帶，通常2到3個月內就可以拉到第一下引體。情況二，協調比較差，冇能力啟動背肌，同時肌力都不足，而呢種情況就需要由最基礎嘅練習去做起，先做拉力帶下拉、雙腳輔助引體等等嘅退階動作嚟練習協調，學識啟動背肌之後，再銜接翻去用拉力帶嚟練引體，視乎進度可能需要3至6個月或者更多嘅時間嚟完成第一下引體。唔知道自己係屬於邊種情況 ，IG 私信我哋引體嚟預約試堂，我哋會幫你現場評估，分析邊一個訓練路徑係最適合你。